哇！真係好屈啊！Kling AI 啱啱出咗個新嘢叫 Kling O1，簡直係顛覆你嘅想像。告別 AI 唔識睇字嘅煩惱。以前玩 AI 生成，又要入 prompt，又要搞一大輪。依家 Kling O1 最勁就係佢個多模態統一輸入，即係點啊？你可以一次過調字啊、調圖啊，再調埋條片入去咯，佢全部都識睇咯。瞬間咧就 get 到你想點啊！你睇下幾誇張，你想改個 model 嘅髮色，打句字，粉紅又得，彩色都得，連背景由街景變雪地，石像變機械人都係1秒鐘嘅事。背景加隻貓，再轉落雪又得，轉極光都得，完全冇違和感。AI 做廣告再唔係發夢，無論你係 designer 定做 marketing，呢個工具真係幫你慳翻90%時間，由 brainstorm 到出片一氣呵成。唔使再擔心 AI 聽唔明人話啦，留言 AI 發嚟有關教學啦。